来看社会新闻，酒测值超过标准，讲是因为啉避汤造成的。有一个查甫人甲因朋友食饭食煞要转去时，和警方临检，虽然讲伊讲无啉酒，也过酒测值0.91，原来是因为伫朋友因兜啉的避汤有含米酒，伊啉3碗公，酒测值超过标准，依照这个公用危险罪移送。一日车顶一个女性的朋友，因为无扣劝伊讲啉酒袂使驶车，嘛被开罚单。晚安，你好，警察兰姐，有喝酒吗？没有。警察临检，甲一台白色轿车查来，问驾驶敢啉酒，驾驶讲无，不过酒测数字会讲话。0.91毫克，我能够喝很多。刚刚没有。对。就喝鳖。喝鳖。喝甲鱼。驾驶落车也无煞煞，因为拄则干那啉3碗用啤煮的汤，乃酒测达到超标。原来汤是用米酒煮的。事后暗时10点多，这位姓魏驾驶拄住边来朋友因兜食饭食煞，开车要转去内湖。过程当中，伫南港的警务一路互警方临检，因为朋友煮的汤害伊妨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互伊在的女性朋友因为无考劝伊啉酒了后莫开车，所以伊嘛互处罚3000块以下罚款。呼吁驾驶人要自律之外，那警方针对于专案的部分会加强执法。另外呢，也会有不定时、不定期的巡逻跟路检的部分，来维持这一个交通秩序，维护民众的安全。最近有真侪啉酒赛车的案例，敢若3号到6号都掠到52件啉酒了后赛车，警方嘛针对赛车无让行人掠281件，宣布到2月15进前拢会进行酒驾大执法，对这2个项目加强稽查。毕竟当日进步，只要自产自制，民众都有可能啉到烧酒鸡、麻油鸡、姜母啊等等可能有酒精的食物。千万都唔通开车，莫掠准无啉酒就无代志。就算干那是啉用啤酒的汤嘛，真正有可能会食到鸡，妨法办。